群主與高考填志願學生家長面對面解惑，視頻很長，大家可根據需要自行挑選時長。其實好多家長唔知道點解要讀大學，根本就冇概念嘅。所以其實我唔係一開就睇下咩專業先，應該係你要先了解到我哋以後要為社會創造價值，你先至有一份糧，你先至可以賺到錢。咁樣嘅前提去讀大學。阿濤仔咪嚟我哋嗰度做兼職嘅，我嗰陣做英文遊戲解說啊，咁啊濤仔幫我剪片，佢啊考咗去肇慶學院，報咗個專業又計算機專業喎，佢就叫我師傅啦，咁我真係當佢半個徒弟啦，咁啊同佢傾好多偈嘅，好熟嘅。我就話：屌，其實你而家你知唔知你係考大學你做乜鬼嘅啫？你係報咗個計算機，電腦又唔係好識喎，即係由細到大都冇話屋企人點樣教佢電腦，好多電腦嘅基本嘅常識都唔識。咁佢考計算機，咁同埋咧佢英語咧600多分，我哋即係叫做係真正要用英語去做節目，要揾錢嘅時候，你嗰600幾分嘅英語咧，就係根本上就係要從零開始，就揾唔到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話你400幾分同600幾分差幾遠，差唔係好遠，大家都係水鬥水嘅啫。我當其時又好決絕咁同佢講咗一句：搞唔掂嘅你，咩意思咧？我話你學咗個文憑廢嘅，你嗰陣唔好讀啦咁。即係因為佢本 A 英語600幾分，即係哇，即係溝女溝死晒啦！話俾你聽，呢啲咁嘅即係大家係學生仔，即係自我感覺良好，好強啦，已經有靚仔，係咪先？咁點知去到學校之後1年就話俾我聽，唉，早知真係大學都唔讀啦咁。咁當然啦，我嗰句説話咧半開玩笑嘅，咁但係其實咧都有少少現實意義。點解咧？因為真係佢係唔識電腦，所以唔識電腦嘅人咧，哪怕你報咗計算機專業，你學編程，你學唔入，你到最後出咗嚟，你要揾食係咪一樣要揾計算機專業先？計算機專業最大嘅問題就係人哋唔係睇文憑，人哋係睇你實際操作技能，都係次要。人哋係睇你做過有啲咩出咗嘅項目，人哋先至可能會睇下你份簡歷。因為已經係太過多嘅計算機專業嘅人啦，而且個個都唔係差。佢作為一個屋企老豆老母唔識計算機嘅人，佢報咗計算機，而且佢係一路以嚟高中之前都係冇乜計算機底。冇乜話好大興趣，軟硬件知識都冇，同埋佢返埋學，佢都係覺得冇興趣嘅情況下，佢呢個文憑，即係而家我可以打包單講，除咗嗰張沙紙係本科之外，其他一無是處。到最後出到嚟，講句唔好聽，同埋你高中畢業出嚟揾美團外賣係一樣嘅。呢啲就係有學歷冇能力咯。好耐以前學歷已經係敲門磚，但係而家連敲門磚都講唔上啦，即係好偏激咁講。其實如果你嗰個專業係廢嘅，基本上你讀完4年大學，你都係一個即係唔知做乜閪嘅人。其實好多家長都知道呢回事。傳統啊，一個話嗰個本科嘅係一個敲門磚啊，係啊。咁你有得俾佢讀嘅機會，你都唔俾佢讀，講落去大專讀，係咁又感覺好似嘥咗。其實啊，嗰啲家長都明白嘅呢回事就，不過就社會嗰個環境造成個感覺就係啦。咁唔知點樣選擇，其實啊個心都係15、16，唔知點樣。係啊，你前景好渺茫啊，兩方面都唔知點嘅感覺就係本科，起碼即係以後咧，而家特殊環境咧算佢係嘛，即係嗰個社會環境冇咁好，會唔會之後咧就會好轉咧？咁佢嗰個學歷又會有入翻嗰個升值咧？即係大家都唔知呢個嘢就好，咁咪第一個就講咗俾你聽啦喎。第二個咧就另外一樣嘢。由頭到尾可能係一個社會嘅慣性，因為畢竟咧好早之前中國嘅好多嘅大學都係包就業嘅，大概包就業截止就係可能就80年代尾至90年代初到啦，懷疑都係。咁其實咧即係咩意思咧？而家已經進化到包就業，到敲門磚，跟住到能力，因為能力咧係之間，跟住到而家最捲之後咧就要睇你成績啦，你做過啲咩先？你有冇工作經驗？你做過啲咩出嚟？佢學生即係10多年由小學上到嚟呢個高中高3係嘛？其實佢就死讀書，對社會根本上就個了解相當之少，更何況佢動手咧？係啊，所以我就係想講咧一樣咩嘢咧？其實面子真係好唔重要，包括其實你個仔一樣會有咁嘅感覺。頂我考個本科，我喺個同學面前我都好明顯嘅，即係會。冇咁自卑啊，知唔知啊？有嘅，應該係有咁嘅感覺。如果我讀大專，
按照以前嘅理念嚟講咧，就會有自卑嘅。包括我哋成個社會都充斥住一個咩問題咧？長輩又有學歷嘅情結啊。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喺你報志願嘅時候咧，就會受人影響，唔按實際情況出發。你個仔嗰個例子係非常之好，即係符合大家嘅一個需求。你好簡單啫嘛，人哋問起你，喂，你個仔考成點？本科咯，咁你講出去嘅時候，你都會覺得自豪啲，都有個交代啊！喂，大佬，即係叫做整年。呢4年係好威，但係過咗4年之後咧，如果你真係唔志在面子，有一條路，好多人都歧視，特別是廣東人啊，歧視。我嗰陣我都會講，屌唔交笨柒啊，復讀咁。你有冇知有復讀啊？知道，不過我唔想了解直情，唔想了解。係啦，點解咧？嗱，我以前嘅觀念同你一樣啊，直到近期我先至發現，其實當你畢咗業出嚟，你冇提升空間嘅時候，你後面嗰啲時間好大部分都變咗垃圾時間。我哋30幾歲嘅1年，同埋你高3嘅1年，邊個更加寶貴？其實高3嘅1年更加寶貴。咁當然啦，呢個大學嗰4年都好寶貴。咁其實你唔好計高3嗰1年，你諗下嗰條數，嗰條數唔係話我嘥咗1年時間。呢1年時間你冇進步咩？有，當然我算你嘥咗，但係你換嚟嘅可能係未來4年讀大學，每1年嘅質量嘅提升，同埋你往後嗰幾廿年人生每1年嘅質量嘅提升。哇！嗰條數好襟計嘅喎。你而家18歲到啦，係咪？18啦，係。譬如而家你嘅人生係可以評分嘅，滿分1分。OK 譬如話你而家將就咁去讀嘅，呢個0.6分。咁咧大學咧大學1年級咧19歲啦19歲又係將就嘅0.8。呢度就譬如話0.9分，好係嘛？1、2、3、4，好咁跟住出嚟做嘢，發現揾唔到工，23歲0.5係嘛？繼續揾唔到嘢做，0.3係咪啊？後面仲打機先0.1，即係你流長至到你70歲 ，OK。但係你如果唔將就，你復讀有數計㗎嚇。我算你呢年嘥晒，呢年0分。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考到個好啲嘅大學，一般嚟講都會好啲嘅。咁我1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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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嘛？1分或者你0.9 0.8 0.9，即係你後面質量高好多，你知唔知啊？即係呢啲你可以用人生價值去評判，亦你喺後面呢開始揾嘢做，你又可以用 money 用錢嚟去衡量，明唔明啊？所以你呢1年，我算你揾遲1年嘢做，但係呢啲價值係呢啲俾唔到，知唔知啊？呢個社會係咁冇計，因為好嘅學校、好嘅老師都係喺即係分數高嘅學校，你冇計㗎。你如果去嗰啲差啲嘅學校，你有乜可能俾一個叻嘅大學教授過去啊？少啲咯。呢個肯定啦，嗰個師資方面，你起碼就21、1985嗰啲啦，係咪？所以呢條數你可以計。同埋咧，嗱，我早幾日考試啊，我係好放鬆心態，我考營養師。據說係好易考嘅，點知啊去到考係今年嘅改革變到好鬼難考。今年2025年6月份去考嘅我考唔過，9月份又有一次，我又可以再考過。如果再唔過，我12月份都仲可以再考。喂，你覺唔覺得咁樣先至係正常啊？即係高考一棍打死你。係啊，咁樣係好可惜嘅。得人生唔可以話一棍打死。如果有得多幾次機會啊，你都想試多幾次啦。只不過係你冇啫嘛。咁佢冇計啊！呢個制度係咁啊。係啊，個制度係咁，但係你有空自轉噶嘛？你可以揀復讀噶咩？我喺咩情況下會去復讀咧？就係好似我6月份考一次，9月份考一次，其他時間我中意工作又得，玩又得，係咪啊？咩都得。即係我其實唔係話全部時間用嚟學習啊嘛。即係我唔係瞓身啊，我俾容錯率俾自己，我可以一邊學習一邊工作一邊玩，一邊學習一邊玩，好充實。你又俾到幾次機會俾自己，一路咁，你始終有一次考過咗，你冇壓力啊。但係咧，你谷死一個學生，我係要你高3嗰年一定要泵盡佢，得就得，唔得翻順德。咁你嘅話咧就係冇計噶啦，你真係翻順德噶啦。大部分人都冇可能，即係其實好變態，講句唔好聽。我講到呢度啊，好憤怒啊！點解咧？
我都好理解而家啲學生做乜高三考完試撕爛晒啲書。我以前覺得好過分，我覺得你唔尊重知識，你呢啲學生撕書。但係你有冇諗過喺呢一年入面，你呢啲學生真係壓抑，咩都不如，咁樣，係咪人嚟㗎？正常嘅人學習，喂，你睇下鬼佬，如果係咁，係咪虐待嘅喎？真係，我就叫做喺外國讀過書啦。我哋同喺一個班嘅同學，我哋係最細嘅，同埋我哋同學咧，有一啲即係我嗰陣20零歲啦，有一啲係30零歲，有一個老家伙，白頭髮，睇上去真係老過我外父啊！我真係唔呃你啊！喂，真人真事。喂，原來喺外國讀書咧，啲人考大學唔係話你20歲都未夠，係咪19歲、18歲啊？18歲咯，18歲就要出道啦。但係我嗰個同學，當然啦，研究生嘅同學啦，60歐都可能有，真係。你話佢50歐我都唔信。高三呢一年唔單止係變態，仲要係抹殺晒自己以後嘅可能性。你有乜可能一個18歲嘅仔仔係咪啊？要佢承受一世嘅代價喎，1年承受一世嘅代價，你覺唔覺得好殘忍？你唔好覺得我偏激，而家我就冇模棱兩可，我直情就覺得佢殘忍。所以你又唔怪嗰個抑鬱嘅百分比啊，患病率啊，好高啊！而家係真係，我估高三嘅發病率係最高嘅先，真係好恐怖。咁咧，同埋咧嚇，我又同你講一個咧，喺外國咧有一個好人性化嘅嘢。喂，譬如話我今年我讀到一間外國嘅大學，咁我讀到之後，我係咪即刻就要去學啊？唔係嘅喎，你可以同學校申請，話我休息1年，我先再返學。我要玩1年，我唔知道係咪每一個國家都係咁啦。我知道某啲國家係大多數學生都會選擇呢1年去玩，去認識個社會，去知道自己，即係去面對呢個世界，去感受下呢個世界，先至再返學。咁所以其實復讀嘅所謂嘥咗嗰年嗱，呢個食雞春嘅，其實就係人哋嘅標配嚟啫嘛。佢哋呢1年咧，佢就有一個專業嘅名詞叫 gap year。gap 即係2座山之間嘅一個溝，佢就 gap， 佢就專登俾你放空，係個緩衝期，俾你放空。你從呢座山去到嗰座山，你可以申請一 gap year，你先至再返學。咁接落嚟咧就睇下佢嗰個專業啦，係咪啊？講到選專業啦，頭先阿波哥咧就講佢個仔咧，咁啊廣東一間唔錯嘅學校，專科收咗佢新能源汽車。我覺得新能源汽車最大嘅問題係嗰嚿電池。第二個咧就係續航啦，係咪？第三個就係報廢年限啦。呢幾樣嘢有冇信心喺你讀完嗰3、4年嘅大學之後，個產品有變？肯定變㗎喎。喂，突破唔到就突破唔到，突破到就突破到。即係話以後嘅油車同埋電動車邊個更受歡迎？唔一定㗎。你個專業讀完出嚟，新能源汽車仲係咪香波波？仲係咪叻？我覺得係，因為國家喺度。倡導緊，你唔好咁咬死我，話俾你聽，你會害人㗎。有時候真係計劃趕不上變化。喂，5G 啊，吹咗幾耐啊？而家咪一撇嘢，吹咗幾耐？好耐冇聽。個個都自豪啊，大佬，自豪得 Q 咁啊！喂，你呢個唔可以誤人子弟㗎，因為3、4年搞唔搞得掂嗰個所謂嘅固態電池，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你自己有冇睇科技博主？我有睇。搞唔掂個固態電池都好，你維持現狀可以吧？維持現狀仲有一個好大問題啦，因為而家有好大部分嘅電動車即將面臨換電池嘅階段。如果不斷有人喺換電池嘅過程之中不斷爆出話嗰個成本大嘅話，分分鐘有車到最後又反超翻電車，咁你新能源汽車呢個專業可能就差咁啲啦。咁但係咧嗱，我而家唔好講咁絕嘅所有嘢都。點解咧？因為你新能源汽車嘅專業講就講新能源汽車專業，實際入到去咪都係砌車，明唔明啊？都係汽車專業，只不過新能源汽車招生係咪會吃香啲？我想插一句，大專學呢個專業同本科學呢個專業同研究生學呢個專業學嗰啲嘢係唔同㗎。大專學嘅可能係好皮毛㗎啫，出到嚟你想話做研發，係冇可能嘅。首先招都唔會招大專呢個出嚟嘅，係嘛？你起碼本科或者研究生。佢出嚟會係做乜咧？好大機會就可能就係做修車，入去做下修車，先從學徒做起。佢擔心嘅就係上限問題，即係話咧，你讀大專分分鐘其實學出嚟嘅嘢都係皮毛到
咩講？你分分鐘你18歲出嚟，你學佢1年，你已經上晒手㗎啦啲嘢。即係如果佢肯招你，根本唔使花3年時間去學呢啲嘢。咁咯。嗱，我知道電腦嘅專業啊，都有好多讀完本科出嚟，都係仲要去跟師傅學幾萬蚊嘅課程，先至會有一個崗位俾你嘅。係啊，好咩？呢個仲係10年前喎，10年前都仲掹到車邊喎，而家可能連嗰啲教嘅老師都可能冇咩就業機會噃。至於上限問題咧，就係佢學完專科出嚟，同本科有咩區別？同埋佢而家18歲仔即刻就揾師傅去學做學徒，做嘅藍領嘅嘢，有咩區別？嗱，我話俾你聽，有時候咧，大學生同埋你18歲即刻去做藍領，真係有本質上嘅區別嘅。點解咧？因為你大學你要學高數，你要學好多物理化學嘅嘢，但係呢啲喺收車檔嗰啲，即係叫做求其拜個師傅啊，或者嗰啲，應該係冇理論知識嘅。咁嗰個上限咧就會低啲。咁你自己諗啊嘛，明唔明啊？因為你做學徒，講真嗰句咧，高中唔使讀啫，有啲係啊，係咪啊？都係啊。你使乜去諗讀大學？而家係研究我讀唔讀大學，我可唔可以更高？而家個話題係咁，所以我覺得咧，大概率啊，個個都唔會諗話18歲即刻去做學徒啦。空調、沙發、大電視係咪啊？即係新能源汽車入面嘅嗰個就業方方面面嘅嘢，其實係好豐富嘅。呢啲唔係話你跟個小鋪頭嘅師傅又咩嘅，唔可以承繼到呢啲咁嘅嘢嘅。嗱，而家我就做一個專科嘅總結，就係上限、專升本同埋柔韌性3個，呢3個你都理解就得啦。其實就係都唔錯，我而家傾落，我覺得都唔錯。但係而家咧就講下本科嘅好處咯。當一個單位收咗你之後，要你去考一啲證書，律師嘅牌咧，專科考唔到，本科先考到，係冇計嘅喎。教師證又係要本科，即係叫做係硬性規定，都唔係話你叻就得嘅，好多嘅呢個世界上有好多嘅專業嘅技能證。如果係低級嗰啲，譬如話3級、4級嗰啲，可能係大專就得啦。但係如果你話去到2級啊嗰啲，哇！你冇個本科，人哋唔俾你，即係個門檻啊就喺度啦。門檻已經喺度。公務員有冇啊？公務員有冇話一定要本科？本科係咪啊？本科先考到公務員。咁你大專唔得？咁你大專其實就喺呢方面就有些少蝕底咯。我有一個同學出國留學，一個同學嚟係啊，比較敗家。咁點解講佢敗家？佢嗰個唔係賭，老豆老母借錢，可能成條村都借勻晒，供佢英國讀書，都係大安旨意。咁咪出去讀書，業都不埋㗎啦。咁但係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如果老豆老母有時候抱住一個咩心態咧，就係話，唉，加難啲都好啦，幾多錢都好啦，我點樣送佢出去讀書？其實佢會有一個僥倖心理，佢會好僥倖。哇！喺度過咗骨啦喎，我過咗骨，我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去咗本科嘅 B 類係咪？即係我唔係話所有本科 B 類都唔好，只不過可能會產生一個心態，個心態就係話，咁都得，咁都過到，好簡單啫，係咪？錢啫。即係所以佢如果到期時會諗，遇到咩困難都係老豆錢啫，錢啫喎，錢都解決唔到，我就會隱約覺得呢度有少少唔妥。而家幾多錢一年啊？大概3萬多，3萬幾，咁4年都10幾皮嘅咯，20皮嘅咯， 20皮過面啦，20皮嘅咯喎，真係，哇！最後就係有幾樣嘢要補充嘅。首先，復讀，我覺得係一個最優嘅選擇嚟嘅，始終都係，但係唔適合所有嘅人。邊啲人唔適合咧？第一，數理化唔過關嘅人，數都唔識計嘅人，叫佢復讀10年，佢都係咁嘅死樣噶啦。因為佢有一啲數理嘅知識，佢係可能初中甚至小學都未搞掂，就走咗去讀高中嘅。咁呢部分嘅人咧，即係高考嘅成績，文科拉分勉強上嗰啲咧，你係勉強上嗰間學校算夠數啦。你唔好諗復讀啦，因為你再讀衰多兩錢重，再加上你文科本嚟你已經考得好好啦，你嘅提升空間好少啊。但係理科咧就基本上就冇得提升。嗰啲高3老師冇可能教翻你小學、初中嗰啲嘢，明唔明啊？所以呢啲係冇計嘅，理科唔得嗰啲嚇，本嚟你個人有可能抗拒啦。第二，有一啲人咧有閱讀障礙嘅，閱讀障礙嘅人咧睇嘢好慢嘅，同埋佢睇下睇下咧可能會跳嘅，或者係曲解意思，睇落成篇每一個字都睇得明，但係又唔知佢講乜。呢啲就係閱讀障礙嘅人啦。有閱讀障礙嘅人咧，甚至咧佢會做題嘅時候咧，人哋問你不正確係乜，佢係會答咗正確，因為佢唔係話唔知咩叫正確，咩叫唔正確，佢係直情因為佢個腦比較奇特，跳 Q 過咗有一個不字。仲有第三種咧，就係話極度抗拒
係啊，咁呢啲啊真係可能會逼閪死佢嘅。你唔好諗復讀啊，所以復讀咧其實係一個好優嘅解，但係唔適合所有嘅人，可能仲有一半以上嘅人唔適合嘅先。第二個就係，喂，原來咧除咗讀大學，除咗復讀，除咗揾師傅，仲有一條出路嘅，就係直接叫佢創業。喂，你唔好覺得創業咧係一定死嘅喎。喂，你呢個害人精嘅叫人創業啊咁，因為我頭先同阿波哥計過條數，你去讀一個所謂嘅民辦本科，你嗰個成本可能要去到45萬啊，4年啊，食住學費同埋你本嚟呢4年可以打工揾到嘅錢，每年計佢5萬，你係要損失45萬。你呢45萬做咩唔好啊？學做生意都得㗎，你唔好覺得學做生意就一定死。話俾你聽，學做生意死嘅人係因為佢冇做生意嘅經驗。有啲人天生就係做生意嘅材料，但係咧佢冇錢。咁但係如果你呢45萬分開4嚿俾佢，前面3嚿，譬如話佢每2年做一個項目，用10萬，你唔好俾多就唔得嘅，俾佢做一啲小嘅項目。如果佢成功咗，咁當然啦，第一個嘅失敗嘅，第二個咧會比第一個失敗嘅概率咧要低好多。第三個咧就嗰個已經我可以開始諗下，喂，我真係可能成功嘅喎。如果俾4次呢45萬慢慢搣，去到最後一波俾15萬俾佢做生意，同埋佢第一次做生意比起嚟，嗰個人已經成熟咗好多好多，人脈知識，包括我以前我都做過幾次生意。雖然有成功有失敗，咁但係對於我嘅成長係非常巨大嘅，知唔知啊？因為你做生意，你唔係話做一個好 specific 細緻嘅工種，你係成套啊，知唔知啊？你知道錢係點樣嚟？其實我話俾你聽，社會教你學做生意、學揾錢，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方向嚟㗎。因為你無非到最後個目的啊，都係要揾錢啫嘛。係咯。咁同埋你做生意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好唔體面嘅嘢啊。即係話你啲同學話俾你聽，我考個本科好叻啊咁。喂，我老細嚟喎，衰衰地老細嚟喎。你真係做到老闆嘅話，分分鐘就請翻你啲同學做嘢噶啦。係啦，咁所以就其實大家唔好咁悲觀。嗱，你考得唔好，你冇必要逼自己嘥嗰45萬，夾硬讀自己認為最高學歷嗰個，其實係最蠢。我自己認為啊，任何做生意嘅人都知噶啦，冇話一次就成功噶。但係如果你多做幾次咧，好閪勁！你已經獨當一面啦！你做過幾個唔同行當嘅老細之後，其實你呢個老細行翻出去，哪怕打份工，你都係高級 CEO 啦。如果你哋有第啲嘅見解，可以喺下面嘅評論區同我分享嘅。